명人讲客家，今天呢来东欢喜很开心，因为今天现场来了一位东奖嘅小阿妹，我们来欢迎伟如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伟如。伟如是很久没见，但今天看起来变有一点瘦吗？超瘦。但是身材是变超瘦哈，但是你的这个脸有一点痞吗？痞就是肥的意思，但是在你的身上组合起来就是还是算可爱的。谢谢。像伟如这么漂亮呢，对，常常最担心的就是走光恐怖了。对，那我们来聊聊，如果有一天呢，你到后台突然发现有另外一位女艺人闷闷不乐在那边，你会问她：你用的黑某，你怎么了吗？对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她如果是乐观一点，她真的走光了，她就会面缝鸡扎。对。面缝鸡扎，脸红红。那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没那么乐观、比较害羞到极点的时候，他会流目子哭啊，流眼泪啊。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，今天教了哈巴哦，瘦、超、肥、痞。你怎么了？你用的黑某，面昂昂，面红红。面缝鸡扎，厉害！面缝鸡扎，流眼泪，流目子，流眼泪，流目子，好厉害啊！伟如今天算过关，耶！真的家里有哈港影，真的很厉害。那今天谢谢伟如，谢谢，谢谢。复习时间，你怎么样了？你用的黑某，脸红。面缝鸡扎，流眼泪，流目子，瘦，超，肥，痞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揾人客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